由成功大学热带植物甲微生物科学研究所来发起，结合富兰多酒店集团，共同推动台湾完成兰花保育计划。9号上午伫新台立行校区来举行，由着新台热指所的所长蔡文杰，甲着富兰多酒店集团的董事长江俊麟代表签署。现场见证的除了涵盖产业、研究、甲着学术等单位，更加有兰花育种协会、甲着社区发展协会等民间团体来出席，显示各界对着台湾兰花保育甲着文化的推广的期望。富兰朵集团它其实是一个酒店集团、饭店集团，那它主要是走饭店集团的客群是主要是比较高端的客群。那他们希望也能够，他们来找我们热指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热指所在兰花研究其实还在台湾其实还蛮有特色的。那所以就希望说他们也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让台湾南部地区也能够看到遍地的蝴蝶兰，所以他就来找我们协助，那看看能不能把这个梦想给实现。事实上，在那边以前早期就是白花蝴蝶兰，从那里再到台东，再到兰屿。那所以我们认为说，在这样的一个机会点中间，我们应当要将这个部分中间重新再做呼吁，结合大光社区，然后结合成大在这边的专业，然后每个客房跟我们各其他点的，同时都能够先从这里面去着入。那也希望说比较扎实的有社区，我们这边有让消费者先去做呼吁。富兰多酒店集团对上南边的屏东垦丁，到上北边的新北乌来，未来除了以饭店为平台作为兰花的展示，另外嘛甲地方社区来合作，尤其屏东恒春过去的古地名人桥，曾经嘛是台湾白花蝴蝶兰的原产地，因此嘛将伫个社区来保育。其实我们的古名叫廊桥，然后我们在之前的时候，就是这个地方是充满着兰花，我们才知道就是原来我们是兰花的原生的产地就在我们社区里面。那布兰朵就提起说要不要由他们做协助，然后他们再去找帮手，就是成大这些专业人员，然后来帮社区去做这样一个复育的动作。那主要是谈说把整个的生态去做复原因为你说只是把兰花种下去，其实没有说很有吸引力或有永续性。那藉由这个活动，能够让大家去重视说，原来以前的环境是很完善的那我们应该要去恢复到以前的环境，那才是对生态最基本的一个尊重。这项结合科研、教育、大学甲着企业社会责任，唔定涵盖实地保育行动，更加启动以爱为证、绽放希望社区计划。酒店集团并且率先捐赠10万块作为兰花保育基金，希望借此来抛砖引玉，为推动保育种下第一粒的希望种子。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